色中路轉為求要處可遠啊，人如露水片刻先生何其妙，心似雲雨去莫還。主人大愛重責，如主使沒無間。其實明天如何，你們還不知道。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？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，出現善事就不見了。你們只當說，主若願意，我們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這事，或可以做那事啊。寧靜內心豁達算能化，為求